来看这个侯友宜，昨来参加到黄埔军校的活动，批评民进党讲军公教是米糖。侯友宜讲，只要伊当选总统，过去对军公教经销的不公不义，一定会拨乱反正，就是会转乱世回到正道。民进党马上来回击，讲民进党从来都无讲过这款的言论，爱侯友宜提出着证据，要若无就是公然造谣言。侯友宜阁来回呛讲，民进党对军公教人员就是互人民这款的看法。民进党嘛提出着数据，讲蔡英文总统执政7年，为军公教调薪3改。回避了这2天，针对军公教的议题，那力是拍甲真热。民进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，利用媒体铺天盖地的说了一句话：军公教都是米虫。军公教是米虫吗？是米虫吗？讲到这激动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借着参加黄埔军校的活动的时，要抢军公教的票源。只要我当选总统，对各位的不公不义，我一定站出来力挺，让他拨乱反正。当侯友宜要争取亲蓝支持时，这会引起民进党的怒火。侯友宜为了拉抬他低迷的声量，发表不负责任的不实言论，我们要提出严厉的谴责。民进党不会诋毁军公教，倒是国民党跟侯友宜每一次选举就开始消费军公教。民进党提出数字表示，蔡英文总统执政7党总共为军公教调薪300，其中2022年加薪4%是25年来上悬的。不过罗志强嘛伫明确反击。讲前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捌讲过，讲退休的将军真贪心。现任的立委王定宇嘛捌讲过，讲反对年金改革的退休的将军是国家级的妖孽。民进党给人民对公教人员就是这样的看法。侯友宜在当时军公教年改的时候，他自己在脸书上是怎么讲的？其实他也是支持军公教年改。难道侯友宜他当选之后要回复18%吗？双方是你来我往，军公教的议题，佮引起哪力选前的炮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